被捕之後放咗出嚟，保釋候查。好多人都問啦，咁我幾時先會上庭？係咪代表冇事？其實未必。警方放人即係案件仲查緊。一般情況下，警方可以拘留你一段合理時間，一般大約48小時。如果案件唔係咁嚴重嘅，警方或者會俾你保釋。之後每隔幾星期要返警署報到，每次報到都有3個可能咧。第一，叫你再續保，因為仲未查完。第二咧，話證據不足，案件完結可以攞返保釋金。第三就係正式落案檢控。通常1至4星期內咧就要上庭提堂。提堂嗰陣，法官會應控方申請決定俾唔俾你繼續保釋，可能會有附加保釋條件，例如要交出護照、唔准離港或者不可接觸證人等等。由被捕到上庭，一般視個案件複雜程度，短則幾個星期，長則幾個月。期間最緊要記住，唔好毀滅證據，唔好同證人夾口供，否則即刻變成妨礙司法公正。以上僅為一般資訊，不可當作法律意見。